後來今仔日早起，總統賴清德、甲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郭立言以及新北市長侯友宜做伙到雙和病院來視察到中央、地方、民間三方做伙演練的城鎮輪成的演習。總統賴清德透早去雙和病院看城鎮輪成演習，模擬戰爭的時重大傷患的處理情形。急診藥房甲病房區攏設置地下室。第一個是做我們的檢傷分類，去區別病患的嚴重程度。新北市長侯友宜，還有 AIT 的處長郭立言攏在場。地下化演練後，賴清德閣去新北土城的超市去看民生配售的演練情形。地方政府、民間社團共同合作，維護社會的安定，讓不管是天災地變，或者是地緣衝突發生的時候，我們社會的衝擊能夠降到最低。城鎮輪成演習要加強是全民對敵情的防衛意識，加上年底9合1的選舉逼近，風聲中國的高層在北戴河會議中將咱國的選舉當作是對台工作的重要項目。民進黨行動中常會昨刷到高雄，身兼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致辭的時特別警告大家，愛小心防範假消息。那中國在影響選舉方面，我們都很清楚，假影音，各種錯假訊息會接踵而來，所以我希望本黨同志都應該團結合作。某學者警告講，中國正在將這個 AI 技術甲在地系統結合，要升級干擾模式，這真有可能會針對2026的台灣的選舉，呼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